平安，你得到救恩甲人生mạng，你是叫救恩，今下係你日未最適合聽呢個消息。人嘅生命結束在兩個地方，就係人人獻發在天獄嘅火，或者生命甲人人得救在上帝裡面。你未在阿未結束，就係在呢個決定。如果你想愛得救甲人生在上帝裡面，單單一個方式，就係相信耶穌甲接受佢做呢個上帝甲救主。如果今日你決定愛相信呢個救恩，你已經得到了，請你專心來安樣講：主耶穌，今日我相信甲接受你做我個上帝甲做我個救主，求你落在我個心，甲帶領我行出呢個路。阿們。如果你專心決定接受，你今日得到救恩了，天上嘅阿爸歡喜快樂接受你，呢個名已經寫在生命書了。